食海鮮都可以好有新意。呢間神燈海鮮酒家主打傳統手工特色菜，以創新手法重新演繹，每道菜都有驚喜。再配合呢一個以江南蘇杭古典風格嘅環境，一邊食一邊欣賞，的確別有一番風味啊！中意食蟹嘅朋友記住留意啦！重點推介就係阿拉斯加蟹三食啊！每日新鮮空運到港，而且咧就係揀選唔同地方因應翻唔同季節啦而揀選嘅蟹。而今期就係揀咗呢一個嚟自挪威嘅深海紅蟹，肉質結實得嚟，夠晒鮮味啊！而所謂嘅三食咧，就係粵式、日式同埋星洲三食啊！一次過就可以品嚐到3個風味啊！係啦，粵式嘅蟹咧就係面前嘅呢一道雞油花雕蒸蟹身啊嚇，咁佢就揀選咗呢一個三黃雞嘅雞油嘅味道咧特別濃厚，而且就係一個15年嘅花雕啊，配埋呢個蟹，簡直係鮮上加鮮。個雞油咧，除咗可以提鮮，都可以令到個蟹肉咧更加滑溜嘅。花雕味咧唔算太濃烈，係啊，佢唔會搶咗嗰個蟹嘅鮮味啊！都好甜喎個蟹肉味。而日式食法咧就係活膏夾螺燒啊！首先咧就喺蟹殼嘅底部啦，將啲活蟹膏撈埋味噌放入去啊，然後咧就再加埋蟹子啦、蟹肉碎啦，同埋鵪鶉蛋蛋黃。嗱，有別於一般嘅夾螺燒，平時咧就可能會用呢個松鹽蟹啦，而今次就用呢個阿拉斯加蟹，就蟹膏特別豐富同埋特別多，你睇幾勁！仲用咗明火糖燒嘅方式去燒製啊！燒嘅時候咧，仲會灑一啲嘅清酒上去啦，嗰陣香氣撲埋嚟咧，真係不得了啊！哎呀，快啲食啦我哋！好，你拎個羹嚟，快啲拎個羹嚟！哇，好誇張啊！好多蟹膏同埋啲蟹肉碎喺度啊！仲食到嗰一陣嘅鹹水味啦，啖啖蟹肉蟹膏咧係好鮮味啊！好鮮啊！但係咧仲有一個食法嘅係咪？係啊，配埋呢一個蝦多士，好豪華啊！食落去因為多埋蝦啊，同埋咧個多士嗰種脆脆咧，索咗嗰一啲蟹膏，好正。呢個真係好好食。炸得香，而且加埋呢個夾螺燒咧，天衣無縫。第三味就係星洲麥皮蟹腳啦。咁首先係有呢個麥皮啦，然之後加埋呢個辣椒葉同埋蒜蓉啊。喂，快啲試一試先啦！佢麥皮咧有少少甜啦，加埋蒜蓉嘅香脆，同埋本身呢一個蟹腳嘅甜味，好嘢味。除咗海鮮之外咧，呢一度嘅黑松露燒鵝都好特別㗎。佢係嚴選咗90日大嘅廣東黑中鵝啊，咁個體型咧係比較大啦，脂肪嘅比例咧都係啱啱好嘅。係啦，而且佢嘅製作過程咧係唔少於3日，因為咧佢就用咗呢個特別訂製嘅風乾櫃，咁就可以鎖住啲肉汁嘅。真係做到可以將嗰個鵝嘅皮咧變得非常之香脆，啲鵝油係不斷滲出嚟，好嫩啊啲肉，而且呢個黑松露味咧係好香啊！一定要試埋坊間少有嘅金錢雞，醃足3日，冰肉口感鬆化，梅頭肉微焦甘香，雞肝嫩滑，3重口感真係人間極品。神燈海鮮酒家嘅阿拉斯加蟹三食4人餐，原價4528蚊一份，抵食價3388蚊，人均847蚊。限量200份，俾人搶晒就冇啦，仲唔立即行動？想食得好，食得着數，即刻上輪住買搶電子飲食優惠券，即買即用。